參觀完比亞迪，真係覺得澳門好需要。一入到去就係呢個原地掉頭嘅 U 狗跳住舞咁歡迎我哋。喺靚女面前係溝女模式嚟喎。呢部咁似 Alpha 嘅。300萬。買 Alpha 係做咩？精緻啲但係逼，即係冇咁逼咗。係，我覺得即係 Alpha 會闊啲啊。係。但係佢平好多喎。當然，因為 Alpha 貴。我老公最中意呢啲商務車，我哋啲團友都走晒啦，佢都係注重咁樣研究呢架7人車。你可以瞓到聽日。佢哋工廠咧中午接待人食飯嗰度都好得意喎，用晒啲車嚟做擺台裝飾。等咗成日啦，最期待嘅就係呢個環節。你唔係坐前面咩？坐前面好爽嘅，我撞頭。你緊落去啦。好似爬龍舟咁啫嘛。好神奇啊！摸唔摸到㗎？摸唔到。你佢而家掉頭啦，掉頭。掂啊！係咪得仰望係可以落水㗎咋？係。其他都唔得。其他可以，只可以落一次。哦。只可以落一次。落一次。之後就報廢㗎啦。講完啦。下環街嗰度好需要一部咯，嗰度成水浸。佢哋買嘅能源車咧，從0到100萬部，其實用咗13年嘅時間。依家咧買100萬部就係需要3個月左右。可以講咧，長期主義者咧真係好值得人仰慕。呢個浮躁嘅年代，90% 嘅人都冇呢個能力㗎，包括我自己。所以咧都要經常提醒自己，只要認為係啱嘅嘢咧，又要好專注咁做好佢，唔好淨係睇眼前嘅利益。啱啱去參觀嘅時候咧，我睇過比亞迪咧，佢係34蚊。你睇下我而家無啦啦38蚊，一下子跳咗10幾個點，我嚟唔切買啦。